然后下一个宋词呢，就是第二个这个小课盘里面就是去入这个佛语之言啊，就是佛的语言啊，就是去入这个佛语之言，一切如来于清净，一言具宗因深海，随诸众生什么意乐因，一引入佛辩才海啊这样的，那么这个呢，也是但愿我们这个去入这个佛陀的，刚才前面是佛陀的很多智慧的这个境界，那么现在呢，就是让我们这个去入这个佛陀的这种语言的这个境界啊，就是语言的这个境界，什么样的这个语言的境界呢？就是十方当中的所有的一切这个如来呢，它具有这个60种梵音啊，就是60种梵贝音呢。那么就是它的这个特点和它的功德的话呢，就是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语言，一个语言呢，就是它具足就是种种的这个音声啊，就是如大海一般的，就是无量无边的音声。比如说师尊呢，就是在这个初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诸法就是无常就是这个什么就是玩法这个物就是积极涅槃等等，就这样的这个道理啊，就这样的道理的话呢，其实人类有人类的这个理解方法，天界有天界的这个理解方法，而这个恶鬼和其他众生的话呢，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声音来就是传输就是声音来这个传输。所以呢，我们世间人的话呢，就是一般就是有一个人导的这个语言的话呢，就是只能人类听得到的，其他这个旁生和听不到。人类当中的语言也是，比如说我用四川话的话呢，就是那么四川人可能勉强听得到的，那么其他人就听不懂。就是同样的，这个世间一般凡夫人呢，就是只有一种语言呢，就是这一种人类就听得到的，但其他众生呢，就是根本就是听不懂。可是佛语呢不是这样的，佛陀的这个清净语言呢，一个语言呢，就是具足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声音，而且这些这个声音呢，都是随顺这个宗师的这个意乐的这个意呢，就是比如说这是小乘根基的这个众生呢，他能得到这个小乘法门的这种这个语音的这种声音就是这样的声音。如果他是这个大乘根基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他能得到就是大乘的这个法门。所以3000世界当中的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只要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呢，佛陀所宣说的这些法呢，就随即结束的就是随着各种这个众生的根基和意乐不同呢，就是他们也有这样的这个结束。那么每一句这个语言也好，每一个这个语言的话呢，意义的是它流露出这个佛的这种无量无边的这种辩才就是辩才。其实那个，这里的这个辩才的话呢，佛法当中的辩才呢，就是四无碍界，也就是说呢，就是三说这个佛法的这种怎么说就是三说这个佛法的这种才能，就叫做是这个辩才，也并不一定是我们经常讲，就这个人辩才很好，辩论很好，可以当律师就是可以当这个移民法相师就不是这样的，就是佛陀呢，就是他完全具足就是利益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的，就是一种这个语言的这种能力就是所以我们在发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也要这个想到我现在呢，就是我只能就是我说一句话，有些人能听得懂，有些人呢就是不但听不进去，反而呢就是得罪就是不少的人，就是所以我都经常就是课堂上不敢说很多话，一说话呢就是好像本来不想得罪人呢，就是又得罪很多人呢，就是就其实这个如果得到富裕的话呢，就是说什么都是就是一般来讲就是终身都能这个接受的。所以我们发愿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去入就是这个佛陀的这个清净愿呀，我得到就是其实去入呢也有一种这个得到的意思就是得到的意思。这个从那个韩文的译本上来看呢，就是这个从字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最后应该有个什么屈辱铺入就这样的可能更好一点。好像我看到那个唐代的那个不空就是他翻译的呢，就是成劫得入佛辩才，就是最后那个呢，就是长长的这个如语呢，就是佛的这个辩才就这样可能更加这个好。
好一点。就是这个不空的这个译文的话呢，我这边准备了一份那个福音书，如果方便的话呢，给大家发一下。就是我们这里有个别导游，解释那个宋词的时候呢，怎么说啊？就是参考一下，就是有些这个讲义啊，就是参考一下有些译本啊。我看到那个唐代不空的那个翻译呢，就是跟藏文的那个这个译本呢，就是比较这个相通的，就是后面也有其他菩萨章和还有这个普贤的这个普贤法院的咒语。所以你们方便的是跟这个道友们就是发一下，就是尤其是我们讲考班呢，就是现在还是比较就是听话的，就是因为也要这个讲考，就是所以一般他们以前是不笔记的，现在都是根本看不到人，就是在下面一直在记，就是说。我这里这次要求比较严格，就是以前是就，像讲一堂课的话呢，一直看着这个虚空，就是有些是闭关，有些是这个什么时候大坐啊，就是有些是这样的。但这次我们就是这个演讲呢比较这个严格，就是所以呢，每个人的几乎80%的人都拿着笔，就是然后，就还是比较认真的，就给他们看，给这些人看，就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尤其是我就不放心我们家里就是听着的，还有在城市里面的这些人，城市里面的人呢，可能一边就是看其他的东西，一边呢就是表面上就是听一听，就是但表面上听的佛语是很深的，就是所以呢，就我们这个有智慧的人心专注的很难这个搞懂里面的这个深深意义，就是更何况说是一般人是以比较散乱的这个心听说佛法，就是所以呢，这个听课的时候呢，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应该就是有一种我讲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如果让我来讲，就是这个颂词怎么讲，每一次都是应该有这样的，凭你自己的理解是这个颂词怎么讲，就是应该不管是你这个入高级班也好，没有这个入这个班也好，就是凡是每一个人呢。至少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念这个普贤行愿品，就是里面的内容一点都不懂，我们天天念的。万一世间人就是问就是你们不是天天念普贤行愿品，你可不可以把这一个颂词给我解释的话，那你就是我今天头疼，我就你就看讲义吧，就是这个我看我们不说其他的好不好，你最近身体好不好？这是。就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不太适合，就是至少也是我们把每一个寄送呢，心中还是有一点把握，就是要比如果是别人问这个寄送怎么解释呢，就是你应该还是这个会接受就是这样好。所以刚才我说呢，就是一切这个如来的清净语就是但愿呢我们都得到，就是一个语言呢，就是让展示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语言来，就是度化众生，就是随顺众生。那么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话，那是就是真的是不管到哪里去就是这个讲经说法，就是让这个很多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得到这个利益。其实佛陀的这个最珍贵的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佛法就是佛法。那么就是佛法就是有的话呢，就是它有这个信心的。有了佛陀的色身和佛法两个比较起来的话呢，就佛陀在不同的这个经里面也讲的，就是佛法是很重要的。因为佛陀的这个色身呢，就是他毕竟是在像我们南瞻部族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身体呢，就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历史的说法，但是一般来讲呢，就是只是这个人们面前所先前的这个色身呢，就是活到81岁的这个时间圆寂的，所以81岁当中所那个接触的人呢，就是还是很少的。就是人这个很少的。然后佛陀圆寂以后，就是到目前为止2800多年，2500多年也可以说800多年有不同历史。然后这么多年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不断的就是依靠他的这个佛语来这个度化的，就是所以以这个佛法和佛的这个身体呢，应该说是这个佛法很重要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就是一直一个上师的话呢，上师的这个身体和上师的语言呢，还是这个上师的语言很重要的。上师的这个身体呢，如果他去一个地方或者住在一个地方，就是能见到的，这个是非常有限的就像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的话呢。他那个就是住世这个72岁吧，就是70几岁。那么
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让这个真正让就见到的这个人是不是很多的，但后来就是上师的这个教研技术的人呢，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我都经常想，像这比如说这个宗喀巴大师啊、摩峰仁波切啊，或者是汉地的很多这个高僧呢，就是他们主持的时间都是不是很长的。当然，他的这个摄身呢，即使在人们面前显现的时候，人们都不一定让这个接受的。当这个上师圆寂以后的话，他的这个语言呢，包括他的一些作品，如果在的话，那就是那这个让利益就是多少这个就是千秋万代，就是可以这么说的。所以呢，就是应该在这个大宝积经还是哪个佛经里面讲是一切难思议，诸佛法如是，就是最难思议的呢，就是这个佛法，就是佛法。若能奉行者，一为三诸行，就是如果能真正这个奉行他的如果能奉行就是这样的佛法的话呢，这种人呢就是真正的就是三诸行啊，就是三诸行。我们现在需要一种这个信心，需要一种这个真实的这种见解，这种这个见解的话呢，就是依靠佛法来这个延续下去的。所以我们发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想到，就是但愿我呢，就是真正有这个佛的这样的这个说法的这个能力啊，就是佛语，就是佛语的这种辩才啊。如果我没有佛语的辩才的话呢，我应该有这个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那样的菩萨的这个辩才也是可以的。如果我菩萨的辩才没有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实践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心里有菩提心的一些善知识和高僧大德，他们的这种辩才也是可以的。啊，我昨天都是听了一下这个上师如意宝的那个就是光盘呢，就是有一个光盘，然后我听了一节课，就是心里面就是一直在想，就是我们在这个一直就是听课的时候呢，根本没有发现到，就是当时这个上师的这种入海的这个辩才和入海的这个智慧，我就想是我们都一样的吧，就是我还有时候可能也有时候是谢讲啊，就是这个地方上师说错了，这个地方上师念错了，就是就确实产生过很多的这种信念，就是也需要知道这个忏悔的。但是现在一看了以后的话呢，就是确实原来那个上师这个来到这个世界度化众生的色身呢，就是已经这个就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他的这个语言，他的一些作品呢，就是包括我最近就是看那个上师的这个无常歌，就是在那个就是微博上呢，就是一天就是有一个颂词，就是慢慢的，就是然后给大家分享吧，就是然后我就虽然是一个寄送，但是一个寄送真正让这个想到比如说是这个秋天的这个白云呢，就是让这个展示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事件当中的荣华富贵和安乐，就是因为这个白云呢，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可能这边是春天，就是如果秋天的话，那就是一般在藏地的高空当中，白云呢如雪山一样，就是堆积，就是层层叠叠的。但一会儿的话呢，就是消失无迹，无踪无影的。然后这个道理呢，就是可以展现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一切这个荣华富贵和快乐，都是现实无常的。所以如果你深深的思维其中的一个寄送的意义的时候，哇，就是原来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善知识是已经来过。不过呢，就是他们也是就是不同的时间当中，就是把这个最珍贵的这个法宝呢，就是留在这个世间，就是然后自己呢实现就是涅槃的，就实现涅槃。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是以后呢，就是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当中呢，肯定有就是很多的这种无常啊，就是包括这个自身呢，就是也有很多无常。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发愿，就是我们屈辱这个诸佛菩萨的这样的这个语言的这种辩才的话呢，就是那这个利益众生也是非常这个容易的。这一个寄送呢，就是主要是先是第二地菩萨的这个境界啊，就是清净地。因为第二地菩萨呢，就是让满足这个一切众生，自己呢相续当中有这个清净的这个戒律啊，无有就是单着啊，就是无有这个单着。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发愿呢，就是像如二地菩萨那样的这个境界，就如于这个诸佛的这种语言，